若讲到玉雕工艺，真侪人会想到手环、手指才会自保，或者是故宫博物院内底上出名的收藏翠玉白菜。不过，你敢知影？伫台湾其实有真丰富的玉仔矿，而且考古学者阁发现到，伫新石器时代就已经有玉仔的器具。台湾的史前时代的玉器，大概是4000年前就已经足发达了。伫卑南遗址史前的玉器的使用的时间，按4000年到2000年，都有相当进步的制造玉器的技术。2004年，李坤修前往卑南遗址，挖出大量的玉仔器具甲半成品。照目前的资料看起来，卑南遗址真有可能是史前时期的玉仔加工厂。卑南的生产玉器的时间应该比卑南遗址晚足济啦。这个时阵，台湾的史前玉器的使用已经走下坡吼，但是这个时阵，卑南伊的生产的玉器是上济吼。台湾的史前文化无用玉器了后，颠倒有足济生产的证据，这到底是代表是什么意义呢？一寡台湾史前人类做出来的玉仔器具，落尾是流向何方？台湾的玉仔器具佫有啥物特殊的所在？今仔日就互咱做伙来行入台湾玉仔的世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是台湾看》，我是主持人嘉豪。咱常常看迄个电视剧，伫咧搬讲两个兄妹啊，若准失杀，是靠即块玉佩日后因会当来重逢。也讲到咱人为虾米遐尼介意这款玉仔这款的物件咧？也邀请到两位内行人来到现场开讲。头一位要邀请的就是咱的人间国宝大师，是雕玉仔的老师傅，欢迎咱的黄福寿黄老师，老师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福寿。第二位邀请的就是进前伫咱台湾史前博物馆的研究员李坤修老师，老师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坤修。一开始我想要请教一个问题吼，就讲到这个玉仔，真侪人是知影讲哦，这玉仔有当时贵的时阵是有够贵的贵，也吼这个机场的好摆吼，咧一开始要请老师甲咱来小可开破一下。也讲到这个玉仔，伊是咪有分做一种叫做灰玉、闪玉，也甚至讲台湾即马有足侪迄款叫做台湾玉啦、讲蜜玉啦、也讲美乐啦、翡翠啦，这是要安怎来区别啦？上简单的就是基本上伊分两大类，两大类，就咱之前讲的闪玉甲灰玉。灰玉就是咱上知的故宫的翠玉白菜，迄就是灰玉啊。咱台湾玉就是闪玉的一款，咱台湾属于闪玉啊。全世界上有各种产地伫台湾呢，台湾产台湾功夫出来的闪玉呢，咱也叫做台湾玉比如讲，若伫加拿大，那个伊个加拿大玉基本上拢是共款一个玉，就是灰玉甲闪玉这两项。安尼，我要先来请教到咱的李老师啊，就是讲吼，老师这两项的差别是差伫倒位？我先补充黄老师拄则讲的吼，玉仔的定义吼，其实有两款一款是物理上的，一款是文化上的，文化上的定义就是讲，汉书艺文志讲，十之美者，岁月石头拢叫做玉因从迄个蛇纹石是青玉还是青金石还是迄个绿松石啥物物件遐，岁月石头，因当时拢叫做玉。这是文化上的。物理上的玉。闪玉就是第一家来讲的话，就是讲 nephrite 伊内底有包透闪石玉因们的 nephrite 灰玉就是接待伊迄个有一个灰石叫做接待 jet 这是主要
这就分作明的，作明啊。安尼，我想要来请教老师一个问题吼，通常就是讲，这个叶仔啊，伊通常就是讲，这石头摕来了后，咱哋通常会甲做些什么款的物件？当然，以现代来讲吼，是以这个经济价值为考量，吼，这适合做啥货？适合做手环啦，适合做锤仔啦，吼，甲细地当然摕来做锤仔。啊，你若迄质地较完整的，会当较大面积的做手环，吼，这上大宗，嘿，这上大宗。啊，其他创造迄个另外一类啦，哈，大部分是安尼。安尼要来请教就是李老师，若在书简的时阵，遐个古早人因会家己甲摕来做啥物款物件？伫台湾主要的叶仔的产品，大部分拢是身躯这整水的，嘿。是比咱文化以前，除了迄个整水的物件以外，佮有工具，吼，工具嘿。但是迄阵的工具吼，因为迄阵伫台湾摕到，伊个拢足水的，吼，即个物件伊做的物件是拢为摕来陪葬，伊比较是一种利器，吼，利器。这个部分嘛毋是主要就是整水的。哦，这个花莲这很高，哦，主要伫台湾。安尼我要说来请教老师啊，因为老师你拄要讲到讲吼，台湾这书简这个叶仔已经有对别位，比如讲像是对中国这来到这个所在。安尼台湾家己本身敢有出产到叶仔这款物件？如果讲台湾家己，比如讲有出产较济，比如讲伫东部的时阵，因为什么要搁使用别位来这个叶仔呢？当时的人来到台湾，来到东部的目的，应该就是为了找叶仔。找叶仔，嘿，唔是，这台湾叶仔发现主要拢是伫东部，吼，是丰田迄个所在出来叶仔。诶，其他当然其他所在有，但是介少，可能嘛较歹摕到，吼。诶，中国来的文化。诶，迄个时阵可能是伫长江流域的下游吼，良渚文化的迄些个吼，伊用叶仔用介普遍嘿啊，因可能伊即个传统到台湾，因的一种习惯吧，风俗，哎，就是要找叶仔，哎，所以找那个东部，所以东部的叶仔找到了后，因就伫台湾开始生产家己需要的叶仔。哦，啊，台湾这个所在就介趣味吼，介趣味就是，啥物文化即摆台湾拢会改变吼，改变成当地迄种型，当地迄种型嘿，所以你讲台湾的叶仔出产的叶仔含大陆叶仔，虽然你会当看到伊的迄种传统，但是台湾有伊的家己的迄个形式开始会出来，吼，啊，这个部分可能伫新石器时代中期吼，即对台湾讲啊，做沈文陶时代吼，迄阵使用的叶仔的特色的款式吼，可能含大陆个会当衔接吼，所以会当看到迄个。但是了后你摆新石器晚期吼，你摆尤其是闽南文化吼开始出啊，规个拢改变吼，开始改变，可能。落地生根啊，落地生根，开始吼，开始产生家己的迄种内容，吼，嘿，家己个啊上大的上标准的，就是水源保护馆迄个国宝，吼，人寿型儿童，别个所在无，嘿，别个所在无，嘿，但是这个当然，这人寿型儿童这个生产的一种过程，目前看起来嘛是搁一款来卖啦，吼，因为。这款形体的一种乐器吼，并不是干那闽南文化有吼，伫北部吼，伫台北本地吼，燕山啊为主，芝山岩为主，啊，佮到宜兰的丸山为主，吼，这部分拢出产这个人寿型儿童的数量连得较侪，连得较侪，所以比较讲到底这人寿型儿童到底伊的生产的。迄种传统到底是按闽南文化出来，还是其他这是各会当讨论的一个问题。
也安尼我所来去请教老师吼，就是讲吼，咱所图片所看到这是苏建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啦，吼，就是讲这个人寿型玉骨啦。老师拄则讲到，像这款玉骨，伊是咧钻塔耳啊。这部分，也因为我看到这个图片内面有一较所在是特殊，就是讲这个所在非常有长期的形式。伊伫咧吹到的时阵，这是两地是崩溃的形，还是讲伊吹到是完整，但是才有长期的其实伊出土的时阵，伊是完整，伊是做伙啊，这一地哦，规地做伙，但是伊迄两孔是已经有啊。哦，啊，迄考古，因为阮的术语叫做修补孔啊。嘿，迄是伊咧使用时阵就断去。啊，伊佮甲弄两个孔，甲接起来安尼啊，吼，所以伊这是较早就破去的物件，但是因为伊介珍贵嘛，伊要佮找到这个是上介困难啊，所以变成伊就爱弄两个孔甲接起来安尼。啊，较早无迄个强力胶吼，袂当黏嘛吼，拉孔啊黏起来吼，啊，而且我纯粹用这个来讲一个吼，这是伫避难危机的迄种乐器的发展吼，这叫做喇叭型手环啦吼，啊，这出现的时间介早，哦，差不多4000年左右哦，啊，伊这个时阵伫台湾找到拢足水的材质拢足水吼，足水，嘿，啊，含这个钢丝吼，伊就是有这个四角形的四角形的鱼钩。迄个时阵伫台湾找到鱼仔拢介水，4000年前，所以伫避难为止吼，上下骹迄站的鱼仔拢水当当吼。啊，伊有一个特色，就是讲伊的迄种做法，伊的做工吼，较单纯。嘿，吼，是圆的，还用迄管状衔接还是切吼，两工安尼尔咧，吼。这是4000几年前，一直到3500年前，开始发觉，边有加这出来，发觉，发觉，吼，伊这证明啥？证明伊的功法，伊的观念无共款啊。除了用钻的，哦，用切的以外，佫有用其他的加工的方式，才会当做这出来。是，迄个较复杂。较复杂，较复杂的功夫。这是避难文化以后的发展的迄种的，哦，啊，这个东西，哦，这是台北的，哦，这是台北的，芝山岩，这台北的，因为当时这有一个，我拄则讲，因到底是伊的关系发展关系到底是啥，也唔知影。啊，避难文化伊这个时间其实无介早，差不多2800年左右。到尾啊，发展到这个物件，到尾是差不多2500年了后，就开始消失，接落来开始台湾就开始出现金属，用金属加工的铁器的时阵，吼，差不多2500年以后就开始出现啦，所以变成讲到迄阵，台湾的使用鱼啊，迄个状况变得少，但是发现到迄种制造鱼仔的工厂，变得较济，所以变成讲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啦，吼，一个大家讨论的问题。对，也讲到这史前进前的这个鱼仔的文化非常精彩，究竟英国人因是安怎把这鱼仔做伊想要爱的形体呢？咱小休困一下，较听继续来讲。也讲到这史前时代的人，因究竟是把这鱼仔安怎变做因要使用一款的物件呢？今仔要来请教到咱的两位内行人，先来问到咱的李老师吼，就是讲在这张相片啊，真特殊，伊是伫咧东部的迄个卑南遗址，伊特殊伫叨位？台湾上大的鱼仔的产区吼，就是伫这个遗址北边吼，有叫做一条做寿丰溪啊，寿丰溪。寿丰溪北边有一粒山，吼，叫做老老山，吼，迄是台湾即摆玉矿主要出现的所在。啊，其实伫这个老老山，吼，这个玉矿出来所在，其实不止干那这个卑南遗址，其实伊的
边啊吼，伊个不止3、4个位置伫遐吼，所以变成讲，迄是一个苏醒人类的拢知影，要去采迄个玉仔的所在吼。较早这个平南位置，日本时代发现嘛，吼，啊日本的学者吼开始吼是陆野忠雄吼，伊就开始就认为讲，这平南位置出现的物件，一定爱有金属来加工，无可能讲用石器来加工啊，因为认为这是金属时代。啊，后来是伫咱国内开始发现到卑南遗址了，吼，啊卑南遗址是石器时代的物件，啊尤其是因就去卑南的调查，从来毋捌伫像卑南遗址发现到就和铁有关系、和金属有关系的物件，所以迄个时阵。学者较早学者就足自然，就将卑南遗址和卑南遗址拢连做伙，连起来就卑南遗址就变成石器时代的遗址。但是，这大家拢无认为卑南遗址这个物件出来是用石器加工吼，应该是用金属加工，因为伫这个背景之下吼，我就感觉真正。需要来了解一下，到底这卑南遗址到底有金属无？到底是，尤其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讲，卑南遗址伊的加工的项目，吼，伊所留落来的迄种废物，废料，废料有一种特色，就是有足侪这款，这款这个，这是迄个做手款。留落来，留落来迄种，叫做骨，对，中一地，中一地吼，啊，大部分的当然，大部分学者讲，既然伊是石器时代的物件，所以伊的加工的工具可能用鉄鋼，鉄鋼，因为是爱一个鋼加取一个骨落来嘛，用这个观念来讲，应该是用鉄鋼啊，但是你要看这个物件，这个物件，伊这是无可能，这是伊的其中的定数。我等下我讲这个定数，这个物件，迄是无可能用鉄鋼做出来的物件。这个位置伊的加工的项目，毋是干那切，伊的加工的目的应该是做款，爱做形高。这个物件，伊当迄个骨爱取迄个骨起来嘛。所以我就去研究这个伊出来的物件，伊出来物件，会当讲简单来讲，这个遗址主要出来的加工的过程，第一个出这个切玉仔的工具，切个这我有摕一个标本来这个叫做石英片岩。芯片伊是会当伊的天生的节理的一片一片你若会晓加工，伊就会当变成一片一片伊切了物件加工，伊就会当开始切石头，伊切出来了，伊的目标就是做一个四角形的物件，做一个四角形，这四角形物件，伊即马就将这四角形的角给切掉，伊产生的废料就是这。就是切掉的废料就是这，切掉废料，伊即摆来，伊就变安尼，佮切掉，切掉了，伊就变成小可圆圆，伊就直接开始加工，开始软工，开始用迄个桶状的加工具，咱即摆做玉款嘛是用迄种的方法，就按出来就是这个物件。就是从这个，伊这个物件底下有够多，意思就是讲，伊啊做足侪款，做足侪这种款的物件。目前干那这个遗址有出现遐多，其他的遗址有可能有出现一寡，但是伊的来源可能嘛是按卑南来的，伊主要是做这个物件，做量足大，所以咱会当讲，咱伫卑南所发现的迄种物件。主要伊是要做款来做形高迄种做款主要应该是做款，伊做款的过程当中，伊有会产生足侪废料，伊的废料
伊就起来做一寡生活含生活有问题，啊，管的物件，有种做拍拉的镜头啦，啊做迄落一寡小块加工的刀啊，吼，还是做漆啊，吼，做木工的加工的漆啊，物件，迄是拢用废料来做的物件，系啊。安尼我搁再请教老师一个问题吼，就是讲吼，咱切菜的时阵吼，干那肉，咱就爱知影讲吼，肉伊迄个金麦走向。安尼迄个时阵，苏建时代因人伫咧做时阵啊，比如讲一块矿物这石头，应该要看讲伊的花草安怎走，还是讲伊的迄个，就是讲伊迄个石头在累积这个过程当中，伊总是有一个迄个呐混液伫，伊敢会去找迄个混液来去做迄个形体？当然吼，即个这伊就上清楚吼，即个主角。黄老师就讲吼，这就是因了解这个台湾药啊一种特色，哦，伊就知影讲，用这个料，伊当磨做这个方向的来做刀啊，伊袂做这个方向，伊袂做这个方向，所以就长去，对，所以伊知影讲哦，爱出这个这个长丝的这种方向，啊，这款嘛同款啊，吼。这款就是其中伊迄个用刀啊切落来的迄种吼，伊要加工做一个四角形的物件吼，啊伊应该有讲究，但是目前我较无了解这伊有讲究，伊毋是黑白切的，黑白切，因为伊若无照迄个丝来切吼，伊这个款出来就长做两个，系啊，所以伊即摆款其实台湾后来。到平南遗址的时间吼，大部分伊会做碳14年代的鉴定吼，大部分拢是2500年以后，啊上晚的到1200年，这个时间吼，这个时间所以已经伫台湾已经进入有铁的所在的时间系，啊2500年以后伫台湾整个的迄种文化发展吼。日期已经唔是迄个各地台湾各地迄种族群要使用的重要物件。台湾使用日期的时间大概伫3000年以前，无定是搁较晚小可个，嘛是有啦吼。咱这就是新石器时代的用日期，但了慢慢啊就无去。足少款，所以变成讲，你这个按迄个可靠的证据，会当讲台湾会当2500年以后，哦，迄日仔的使用就已经渐渐式微无去，渐渐无去啊。但是等到平南为止，哇，伊这个遐济的迄种废料出现伫啊，时间是2500年以后的。啊，这物件做出来是袂吓人，还是安倒去吼？这是真正有真趣味的代志哈。安尼我想要请教老师吼，比如讲，金属出现了后，对这业界制造敢有什么款的影响？影响大。你看这个业界，这个是4000年前的业界，你看伊切的角度。吼，切个角度拢足大，证明讲伊当时的加工的工具，唔是这，唔是这，伊咱找到会当找到的加工的器具，我想应该是砂岩一种，还是页岩，啊，所以我有找到可能啦，也袂当去证明，所以用迄个物件切落来吼。伊这个角度足大，足大，啊，你若金属，尤其是对迄个做管，迄个管状衔接迄种技术，你若无迄个烫，哦，迄个做管迄个烫，你若唔是用金属来做的，你比如讲德工，德工，你迄是要哪做啊？所以变成讲。你若讲有金属会当开始个加工了后，伊迄个制造迄个烫，吼，迄个做迄个烫，伊会当做布嘛。好一张就是。吼，吼。
吼，这伊就会当做个做宝，个膏是用这膏吼，迄个膏就足性，系啊，嘿。啊，你若无金属时阵，这就无法度。就讲有金属的时阵，加工的精细度，器型对，哦，对，对，有所不同。系啊，这个问题大概反映伫迄个，伫中国嘛改明显哦，吼，中国开始出现铁器，金属铁器的时阵，伊的造船的技术就更变较好。就会当吼，伊个刨木头的技术就增加，啊，伊就会当做较精准的船，较精准的就伊就会当做航线。哦，这对文化的影响介大，啊，当然迄是较大的部分，啊，是做药啊这部分，吼，我想应该是伊的器具会当更加精致化，精致化，啊，这部分当然到即摆。变电动，迄个啊，这是个无共，安尼我想要搁再请教老师就是讲吼，比如讲金属时代出现了后，这吉甲伊的市场，敢会渐渐受到不共款的改变。比如讲，在英国这考古的过程当中，发现讲吉甲类的物件是敢有渐渐在咧减少啊。一寡考古学家是认为玻璃啦，玻璃，因为玻璃当做。一般迄阵的时代，玻璃是大概有火的色，伊会当做遮侪色，迄种装饰品的，啊，后耳钩啊，后手环啊，哇，一堆，规个药啊市场一个都无去啊，无去啊，系啊，应该是有这个可能性，因为你个加工实在是太困难了。讲到这个吉甲加工真困难，所以才有可能去互其他的这材质来取代。不过究竟是虾米款的原因呢？这个吉甲呢，伫咧东方的这个世界当中，有关有真好的地位。咱小休困一个卡停啊，继续来讲。玉不毒不生气。一块吉仔的原矿需要经过开料、设计、粗胚、精修、收工、甲抛光等等的程序，才会当完成一件作品。吉仔这款工艺困难的所在，第一料贵，啊，第二足定的定角壳啊，就是所需要开的时间真长啊吼。总然咱若讲找到料，做到一半时，料有哪出现变化，中间笔一抓出来，这是有段时间是外口看无的。大概要到伊的70%-80%啦，吼，啊，剩的爱靠运气咯，吼，所以这个工艺吼有伊的种种遮的难度伫。吉雕的成本真悬，制作的时间又搁真长，所以这项工艺传承是面对着真大的挑战。伫我咧学师的时阵，迄时阵咱台湾吉仔的全盛时期啊，所以你练迄个基本功的机会足济。即卖因为伊个时空的这个时间无共，啊，所以即卖你传的方式无共，你学的方式嘛是无共。啊，我即卖来缩这学师甲长的路，这款的远方路吼，啊，差不多半当一当，就当直接到迄个到位啊。伫咧黄福寿艺术的工作室，目前有3位艺生正咧拍拼学习。希望会当为台湾将珍贵的工艺继续传承落去。在今仔现场，除了有咱的林间国宝，咱的黄老师以外呢，即马林间国宝正做国宝了后呢，政府单位有补助，有收一个艺生。也今仔在咱的现场呢，这位艺生也是咱黄老师的后生，咱的黄南强老师。老师你好。一开始吼，这些老师傅头前虽然是爸爸，不过呢，我要甲你考一下哦，吼，就是讲台湾吉啊，吼，咱台湾即马上流行就是讲哦，迄个台湾吉啊，啊，个一种叫做台湾蜜玉，吼，台湾墨玉啦，吼，呀，这两种吉啊也差别差伫倒，特色伫倒位？首先咱来看这个台湾吉啊吼，像头拄啊李老师嘛有讲过啊，咱这个算。讲习惯讲撇个啊，像头拄仔讲的散玉，吼，咱遮拢讲是用撇个啊。啊，
伊的叶种是较算色较古款，就是看到拢是青色，算单一色，嘿，古一色较侪啦。啊，一般人咧看迄个算咱讲翡翠，就是遐，伊一块石啊，伊的特色就是足侪色拢有。还佫一块，好，这是。这个咱头拄有咧讲的，算墨玉，咱讲墨玉啦。其实伊算它算是蛇纹石咧起厝，咱咧较早古早是咱起厝咧用的建材，定定咧看这种蛇纹石，啊，就是伊的即较水，色水就较特别的，较悬级，咱就甲讲做是讲做墨玉。其实伊认真讲啦。较无算玉啊，伊毋是玉质，但是伊的迄个算表现起来色水嘛真水，所以嘛叫做算称呼伊叫做玉啊，安尼，大概是安尼。啊，伊拄则就是南强有讲到即个做建材，是毋是请教到咱的老师傅，就是讲吼，伊这建材是毋通常是咧铺喺涂骹迄款的啊？当然，伊是讲，譬如讲。迄社会是建材哈，啊建材更较水的料，对对，接并这，啊就是对对，啊这是当然这几年啊被我们矿务学家对新定义出来的玉，啊，这台湾蜜玉啊墨玉啊，当然以玉这种啊占真济，啊毋过含正港的迄个台湾玉比起来，伊还有其他矿物质伫内底，哦，所以无遐尼纯玉就对啦吼，但是毋过伊表现的迄款的质感。色，吼，啊，甲伊的材质，吼，就是迄个迄款等级啦。所以，新定义出来的台湾墨玉新品种啊，台湾墨玉，当然它也有那个磁铁矿在里面。哦，磁铁矿会吸胶呢，有吸胶，嘿，对对对，这是台湾墨玉。安尼，老师我顺续过来请教一个问题吼，就是讲吼，在东部地区啊，有生产这个石头，比如讲有什么大理石啦、鸡血石啦，啊，搁一种前一阵啊有够穿叫做玫瑰石啦吼。哎，玫瑰石一粒石头，唔知讲哦，讲起一粒石头过了10万，啊一切开吼，无花草，啊就迄粒就规个破销去。哎，你玫瑰石是啥物款的石头？东部哈，花莲是石头的故乡，嘛是玉的故乡哈。以出产做的石头，那因为是有一些是玉哈，它是一些板块挤压，产生很高的那个很难想象的热度哈，就产生这样的玉啦哈。啊，内底头来讲的，当然有嘛各种哦，包括玫瑰石，啊玫瑰石伊的石是属于大理石，大理石。啊，不过伊是真有迄个有迄个玫瑰色，就是红红啦、粉粉啦，基本上表现得真水啊，所以伊属于观赏石。观赏石看水的啦，正经伊摕来做建材、做艺品，足少啊，所以是属于观赏石，来欣赏伊咱切开内底花纹、花草，所以他来讲呢，一块讲几十万呢，计切开内底花纹无够水，花，大概它价值性都没了，啊，不过若一块切开，哇，花草花纹足水的，出去意外水。哦，迄介绍的水当参考，迄就是观赏就看水的，当然叶啊是伊最主要是工业的这款材料，最主要工业材料，伊毋是观赏，伊是观赏人做出来的这个工艺品，所以两种分配是安尼，观赏就甲做材料用的无共，对。安尼讲到这个。观赏甲做工艺这部分，要来介绍到老师的作品，就是在这个相片当中啊，今仔有炸200来，是免当请老师甲咱简单介绍，这个叶的材质是台湾叶是吗？是，这正台湾叶真哈。咱这两件是共一块料，共这个台湾叶创作出来的作品哈，搭切做2块安尼，嘿，我这款作品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讲，甲传统咱那款的。作品无共，就是迄个超乎了那个物理结构，就是看起来足危险的安尼，就是上大在视觉上的上大的感觉就是安尼哈。所以这无接对不？对，规地拢无接。对哈。因为咱一块料来讲吼，虽然是同款的一块料，不过顶头、中、下骹，伊的迄个伊的材质性质拢有好多好少的变化，甚至较两淡薄啊。较重淡薄啊，一块石头哦，一块这个叶干内底哦，性质吼。伊这件来讲，我搭这个
甲设计甲无遐好的，嘿，设计甲无好的，但做下骹这个水的部分，这翠鸟冲落走开，说漂换这个浪花，用这个叶个在一阵顶，但水的感觉做出来，但这比较水花，吼，就是这个鸟在攫取，伫你食这个物件，掠到迄个刹那，把迄个水的这个画面瞬间来掠开，就是这件作品的特色。亚老师这件咧，以这件物件来讲，咱顶头这以昆虫来讲，有一个那个爱情的结晶哈，然后一切生命的开始，然后你看咱这个大自然内底这个叶啊，叶啊有打出来的青，啊有要枯萎啊，啊枯萎掉到土地啦，啊土地也形成养分，啊边啊各有迄个新叶布出来，整个画面就是要传达一个生命循环，我等在大自然内底看到这个部分，啊用咱所有色彩物件，甚至讲最不起眼的一个角落，上边环从南去看到的这个角落，我看到这个点，啊找的这些材料，把这件物件标出来。所以这合作创作就是我思想内底物件就是了。甲咱来个甲市啦，要一个物件来挂，当然迄是商业行为，啊，这就是完全属于个人的一个思想的表现，这是创作这件物件就是安尼。安尼我所来请教老师一个问题吼，亲像老师伫叶啊吼，其实规个作品要用起来时阵，你所用到迄个台湾叶啊的面积应该是真大地才对。也想要来请教老师讲，其实像我有去踅过迄个建国叶啊市啊，就是讲迄头家甲我讲，即块叶斑吼，伊讲伊要做一个迄个推啊啦，叫做魔术白啦。伊甲我讲，迄是为澳洲来的吼。安尼咱台湾叶啊，即马敢有通去出产，啊，迄量敢有偌济？OK， 因为咱台湾叶除了头先咱李坤修老师讲到迄个书简的遮的老来遮物件以外，台湾叶啊伫台湾这土地顶已经消失了一定程度咯吼。啊，到伫日本特别咱台湾的时阵，做一寡的迄个当地咱遮当地关有一个考察吼，啊，甚至乌咱台湾花莲淡薄遮的迄款的。蛇纹石啦，而且这寡迄个石棉之类的，啊，伊但因迄个需要提早，啊，若无需要，他等咧河床内底，啊，游来等咱的成大的那个矿业系的学生们，后来就发现，桃园一从此发现，从此又消失1-2千年之后，从此又出来了哈。那因为拢是用扣的，甚至伫日本人留来矿坑摕出来，甚至特别是用摘开，所以头到伫10年的中间啦，好的台湾叶啊，差不多用完啦，用完，啊渐渐用完，啊这材料无对头路无啊，就迄时阵就等迄个国外进口入来，同款的材料啦。拢属于鲜玉属于碧玉这款物件渐渐入到台湾啊，台湾伫这个，所以渐台湾所用啊，足侪拢是等国外入来。啊，咱台湾本身真正的台湾叶啊呢，有啦，最近这几年这2冬，咱当地政府有核准个听个开创，个开发，内底下骹个个也个袂少。好拢要伫下骹练啊，即马才控制渐，咱台湾要个渐有咧开发出来安尼，对，这是台湾叶个目前这材料的这情形。安尼我想要顺续请教一个较粗俗的问题，就是讲吼，咱通常是买叶啊，上来去互骗啦吼。安尼老师，咱通常安怎判断讲这个叶啊，伊品质是好啊歹啊？上简单这2题，一个看就知影。天差咧对，同款拢是碧玉哦，就是鲜玉啊，一个看咱知影伊的色水啦，遮尔水的，啊，伊的几乎无啥物液质啦，透过这个灯光透过这个手电安尼看，有你看，伊水头照落来，这是水头，叶啊，一个最上大一个迷人所在就是伊的
伊的质地爱好，质地好就是你会通透，会通透，质地是如何？好意的判断就是讲吼，所得而赐福，君子必得于玉嘛，吼，就是迄品质，迄人品爱好，哦，人品好就是业绩好，下对，爱业绩好。迄上头啊，食家都肯后甲讲，食另外甲讲，所以大家伊业绩咧好，业绩咧好就是清气通透，啊，这是上简单的判断方式，当然这嘛是爱学啦，爱看，对，多看多学习。所以我一般人就是开钱学了对啊。会加减一定高。老师我说了去请教一个问题吼，就是讲吼，因为我之前捌去过迄个做台湾吉甲迄个工厂，伊涂骹切足侪迄个叶帮拢偏喺边啊吼，我甲捡起来看，伊内面乌乌有一点一点，所以是因为伊迄乌乌一点一点伤过一个偏喺边啊是。对。就是歹因才偏喺边啊，所以我若咧做，其实出迄个装饰片的装插片的时阵，大部分拢会相亏者，所以有污点就是无好。愈济是愈歹，愈济是愈歹。对。当然讲到这一块吉甲要摕来做一个艺术品，其实是万底深坑。就像老师讲的，这个规块吉甲，伊要安怎克服这个不理性的这款的困难，安怎来做这工艺传承就真重要啊。不过咱爱先小休困一下，较等下继续来讲。讲到艺术创作的世界是万底深坑，今日邀请到2位行人来到咱现场吼。一开始先要请教到南强，在这北度这样看到讲哦，你看迄个日甲安尼做甲安尼，亲像叶啊遐尔遐会薄吼，这个功夫你敢有学到啊？我即摆嘛算学师啊，嘛跟阮爸咧学啊。其实差不多伫咧我国中的时阵，加减着咧斗3工。啊，以这张图来讲，伊其实这原少差不多20-30 kg 有，真大块，20几公斤，真大块。啊，咱爱甲上水的所在爱落甲留落来，啊，剩的爱先，阮拢讲叫做落掉，就阮拢落光，啊，一个甲除掉。啊，这算较头前，阮讲拍粗胚，所以阮学师的时阵就是，比如讲师傅讲，这倒位爱除掉吼，这就交你，可能一地这大地，可能要落3工，才会当除到种师傅要爱的所在。了后外形出来了后，可能师傅就指定讲，好，你要甲伊拍到外薄。当然因为迄个咱讲这叶啊嘛算天然的材料。一开始你可能设计形是安尼走，但是你咧落的时阵，嘛有可能讲笔顺可能到倒位，搁走出来就爱甲师傅讲即马这笔顺走起来，若照安尼做，可能会长去哦。师傅讲爱过来看卖讲，若倒位会使改，若改好了后，我们再继续帮师傅拍粗胚。这是大概的过程。若到较关，那算较重要的所在，比如讲我们说做细胚的，较尾啊上雕刻所在，这就爱到老师爱家己来完成安尼。所以我们学师啊，就是为这上基础的开始。所以做到这步的这功夫，还搁伫咧磨就对啊啦。哎啦，这功夫算人讲3冬4个月，但是这是真看经验。阮爸做到即马嘛30-40冬啊，所以做真久，我嘛是尽量学啦，尽量学哦。其实你话讲到迄个20公斤贵的，这样用规拢落掉，即马这个作品是偌寸偌重？大概半公斤。半公斤哦，好无要紧啊，剩的迄若石啊卖，我才去载的，我去载。因为那么这款作品的结构物件，足少有边角了。因为伊这行震动嘛，你为着要处理边角了啦，你要震动着，伊无形当中会对着伤害，所以真大部分慢慢刻意，慢慢清出来，这真大部分是安尼，清出来可能变石膏，石膏留喺涂骹去，大概是这样子。所以当摕来剪条其实无做，这款作品最大的特性就是这样子，伊行震动，你用大的机器力也震动较大，对。既然老师讲到这个整的这个部分就讲吼，在这个做这个结构内面是不是有一个过程叫做
解玉刷，是。啊，这个解玉刷是什么意思啊？当然，这解玉刷是由这个其他的矿物啦吼，蓝做伙吼，佮个比较较定，或者矿物蓝做伙啊倒，啊就蒸个足油的，足油了吼，啊甲放淡薄仔水，好个水哈。啊，伫迄个时代，伫几千年前这个时代吼，啊无现代工具进前的，因就用这个炖到真油的解玉刷，啊放到顶头，甚至到顶头装一个甕啊，下骹挖一坑。啊掉了，啊水吼倒落，啊伊慢慢滴会食。啊，要达即个热甲了要破开时，这边一个人，吼，啊扭一下绳啊，扭一下线，啊扭来，啊这解玉刷就滴喺顶头，啊就开始扭，啊要扭到这开，爱扭偌久？应该摇足久。伊即马摇足久。咱即马用功夫，安尼切可能1分钟，啊切了，啊因可能爱摇。几6工才破会开。啊，这咱会当想到这解玉刷呢？这1亿3这解玉刷，以现代物件用啥物件代替呢？用现在金属，用现在那个工业钻。啊，就是金刚砂这个物件工业钻。咱即马讲是叫金刚刷啦。工业钻啊，它电镀伫这个钢棒的顶头，这抓掉到电的这个顶头，基板啊，基板这个解玉刷就是。较早叫啥？就是只卖这个那个电镀伫个棒的顶头这条，哦啊，莫达电到开好行，就开始切。其实意思拢共款，但是动力不同。一个是较早咱是用人，啊，即马是用有18世纪有电力的发明跟马达应用之后啊，电开了，伊就行免人啊，哦啊无共的就是这，啊。伊解玉刷的作用，解玉刷的物件，啊，伊作用就是伫遮。切热啊，一定要有这个物件，无切袂落，切袂行。啊，就是这解玉刷的最大作用。对。古早甲今卖无共款。无共款，对。对。艺术共款的名字，不应该无共款。对。呀，安尼我想要搁再请教老师啊，就是讲吼，去到花莲迄个所在啊，真侪人拢会去溪底捡石头啦，吼，就是讲吼，我唔知讲即马是毋抑搁会当捡啦，吼，呀，事实上就是讲。包含即马真侪人啦，去山里啊，去溪边哦，去乱捡遐水的石头，啊，若捡到迄个一地青青，迄敢可能是玉啊？哈。OK， 安尼即马这个流行已经10年20年咯，啊，一条溪有偌济物件人捡，吼，要捡应该是拢也有啦，吼，啊，个向阳捡起来，要上手啊，要看到，哎，这是毋是玉啊？哦，第一就是第一个看是毋是透明。哦，咱啊，咱当然无可能随时撒着这款手电啊，啊，无毋过咱可能咱日头卡摕起来，哦，看来比看卖，这个无透明，啊，这个迄个光线不够，剩下筛选过滤完之后，那个最有可能是玉啊，就是有爱透光，爱有透明度，透明度爱有，这是上简单基本的一个变色的方法。原来是安尼啊，所以其实事实上去安尼青青的石头伫溪里乱捡，通常也是捡到什么款？蛇纹石。虾纹是虾纹上多啦，虾纹对是啊，啊虾纹大部分较不透明啦，伊无透明度，啊毋过伊有玉啊迄款色的质感啊。其实除了透光以外，啊，还有一个上重要的判断方式，就是你炸着一个算铁钉啊，钢钉，因为咱钢钉差不多是4度，啊，拢想讲钢钉真钉，但是你若钢钉也是讲迄个美工刀，啊，伊嘛是铁啊，你掠甲挂看卖，啊，一般石头你若挂，伊会有算有挂痕，有挂，会当伤表面啊，用受伤，啊，但是其他你挂落是铁片啊，会受伤，这挂袂行。我都伤伊无，然后我都伤伊，这个就有可能。这是几个变色的方式啦。对，所以这个观念就是教咱观众朋友来去到花莲那些所在。白铁爱猪一定爱炸，知无？就是爱炸起个所在哦，唔是啊，炸地点无好，爱炸一个用的啦，汤匙啊啦、签啊啦，猪一定爱炸啦。迄款就是环保的餐具一定爱炸先去，随时判断讲你是毋是捡到这个玉啊吼。呀，当然啦，今最后一个问题吼，先来请教少年师傅啊吼，就是讲吼，你在即马对着老师身躯边一个学者做玉啊这个工具吼，你未来你有啥物款的想法？就是讲一个甲爸爸，你看爸爸做。
偌侪年啊嘛。你个人认为讲你有一个无共款的创新无？其实我即马咧学，就开始是差不多咧我较少年，差不多10几岁啊。头拄讲，我可能国中、高中是不是咧斗相共？啊尾啊，差不多一个机缘算大学，尾了后有去接受到迄个我讲做金工，就是算人咧拍金仔师傅。拍金珠宝，算做珠宝的啊，迄一个机缘去接受到这个工艺，啊，所以开始就讲想要结合讲这个做玉啊，甲做金工会当做啥物结合，所以我即摆会发展我家己咧做的创作，就是这两项工艺，算看有啥物较无共款的结合。我是感觉讲对学师啊是学伊一个精神，因为咱这做工的尤其做刻玉啊。伊爱开足侪时间，你啊坐喺遐，人咧想讲啊，你这坐遐凉凉啊，敢若吹冷气就安尼会当做吼。其实毋是安尼，我是感觉伊是爱足开体，迄个体力爱足好，啊伊眼力嘛会看较足精足看安尼。所以是，我觉得这个是体力活，咱一工坐喺遐，困喺遐。我都想讲吼，我细汉的时阵，我们常看爸足早起来就咧。刻个啊，在做工课，迄叽叽的声音，啊，到暗时啊要困啊，差不多8、9点啊，迄叽叽的声，搁咧叽，到暗咧坐正做10几点钟，啊咧聊聊懵，甲伊培养感情安尼。所以我是感觉是爱学伊这个精神，啊，技术嘛是尽量学啦，就是大概是安尼。对，当然啦，这是磨你的耐心嘛，训练你的心性啦。啊，对，老师伊讲你即马这个岁数要学吉他，有可能较困难，安尼你想咧？伊讲啊，到这款作品风格伫这个乐器乐调的历史内底，有乐啊文化内底7、8千年，当然咧毋捌出现过。对，这就是我学师的当初设定要行一个方向。我伫这个时间甲空间的这个交接内底，伫我这个生命过程内底，我要留下啥物件？这是我当初10几岁所想的这个方向。所以，我伫咧半做工作当中嘛爱现实，嘛爱理想。所以那做工作，那上班赚钱的时阵，嘛咱暗时啊利用其实那尝试创作，因为这个毋捌出现的物件，你无啥物通看，无啥物通学，所以足长的时间去累积着这物件，咱就咧修炼这个部分，要这款物件会稳定。所以这就是生活中的体验所以这款的技术机艺伫出现了，其实足侪人为这个方向对，所以老师意思讲，这应菜食无3百，无免遐紧想要上西天啦。对啦，当然啦，咱是讲到迄个台湾的传统工艺是需要真侪人去费这心神，今非常欢喜呢，为这个台湾的史前时代讲这吉甲，讲到着当代一个吉甲的创作，对头甲尾了解到咱台湾的吉甲文化，今非常感谢两位黄老师，也过来李老师来到现场来分享这，非常多谢，感恩。讲到这个吉甲，讲做咱台湾的宝贝，才会师傅伫吉甲顶头插真侪花。甲咱的迄个技术创作有万底深刻，而且台湾的矿物真正多，咱就要透过着正人的学习，将咱的文化历史全部找回。邀请观众朋友后日这个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这是台湾款，我是嘉豪，咱再会。非常感谢老师，感恩。